你看上吊死掉了，70多岁。你们好来找人来了，喊起来！政府管的话，要钱有人，没花钱。今天到这边的工业园想找家厂上班，但是逛了一圈下来开工的就没有几家。你们是倒闭了吗？今天都13了还不开工，而且就算开工的也不招人，我到底还能去哪里找工作？很多厂都不要人了，这里是深圳，全部挂壁在路边。年后的工作真的太难找了，那些还想来深圳进厂的，你们要考虑清楚。这里是中山恒南工业园，这附近大大小小有超过100家厂，但是开工的不到10家，而且都不招人。今天已经3月1号了，街上很多商铺也没开门，一片萧条。今年真的很奇怪，往年初7、初8这里就很热闹了。经济是一年不如一年，当老板的日子不好过，我们打工人的苦日子真的来了。完了，BBQ 了，初8开工不到1个星期，又通知放假，厂里没单做，全部停工了。哎，看到没有？车间里全部都停了，又没有事做了。这个小伙子估计是饿到不行了，在我店门口捡那个削掉的甘蔗根啃。2026了，还有人穷成这样。我说给他买个饭，他不要。很年轻的一个小伙子。没出来找工作的就别出来了，根本就找不到。这天桥下面这么多老哥都是找不到工作的，除非你带的钱足够多，不然吃饭睡觉都成问题。还有就是很多厂都没有开工，今年都正月13了，零工市场也是没有活干。今年反正会特别难，找不到工作，身上钱不够，只有睡大街。你看这些上了年纪的，过了35岁不要，工价低的可怜，年轻的又不愿意做，年纪大了想做又不要，每天都来这里碰运气。没钱吃饭，只能吃包谷稀饭了。看，只能吃玉米稀饭了。生无分文，无家可归，无路可走。只能熬一点玉米稀饭喝了，点味道都没有。失业了，面条都快吃不起了，年纪大了，到处都不要。今天早上刚来厂区，看到这个兄弟坐在树底下，一问才知道，初4就来武汉了，被黑中介骗得身无分文，没钱吃饭，没地方睡觉。我刚准备给他安排个工作，结果他说他你任何估计破烂桶的反正是牛逼。接氧、不锈钢打磨加工厂大量使用工业机器人。不用吃饭，不用休息，不用交社保，关键是还不用加班费。是好事还是坏事呢？这必是一场大规模的趋势，不能说每个行业都是如此，但是一大半的行业都将如此。有网友说，之前买的盆要20多，现在买一个盆只需要8块多钱，原因可能就在这里。兄弟，各位看哦，今年的行情看这个就知道了，不用我多说话哦，看这个就知道了。我也不想多说话，这个可以抵我千言万语，说那么多就可以了啊。我跟我老公今年过年没有钱，
然后一合计就把结婚的对戒卖了。他一大早就出去找金店，一下子就卖掉了。我们这个婚姻唯一的见证的物件也卖了。结果不会改变，然后重新再活一次，您还愿意重新再来一回吗？不来了，真不能来了。人的命就是这样，你上天都已经给你安排好了，你想过好日子，你拼了命，你慌的再狠也不行，真是得认命。我要是穷不怕，只要能干，我都能干。我小时候我在俺娘家我也能干，这次我快干一辈子了，还是这个。以前是一个不认命的人，但是现在反而认命了，这回我服了。这么一拍板无人驾驶，看来我们这些人需要下岗喽。哎，太难了。年底2个人就失业了，到现在都还没有找工作，无业游民，还要带个娃。看，带个娃，整天无业游民，不知道怎么办。每个月的房贷要4000块，2个娃起码也要2000块，一点存款都没有，现在不知道怎么办，找工作也找不到。还没出来了，想嘛，你们最好暂时不要出来啊！来浙江不是像你们想象中，一个月能拿到好多高工资，根本都拿不到。兄弟们，这就是死亡流水线，到牛马的一天，不干了，跑路了！我操，1个小时13块，干个寂寞，拜。要19、20个，你看，带了200多，里面房子里面全部都是。我的天哪！看俺老公，初6走的，这就是初9，可能又回来了。你说有这样的吗？啊，这才走几天，初6走的，初9又回来了。找不着活，你找不着活吗？放眼望去，全是送外卖的。不知道是现在年轻人都不做饭，还是工作不好找，都来送外卖了。哈北来浙江不要来了，做工作人的多得很哦，我们那边真的哦，哈北来不要来哟。以后再也不会吐槽资本家了，感谢资本家给我提供了一份工作，如果不是资本家的话，我可能在这里摆摊摆一天，收获0元，但是我给资本家打工，一天可以收获200元。感谢资本家，感谢大老板。找不到工作，回家了啊！你们这么多人也回家了吗？也找不到工作吗？兄弟们，看到这个没有？这是我们的配送机器人。咱们人再不努力，马上配送的活你都找不着。看到没有？全部都是自动化，机器人来配送，还听话，让他想做他不想有，让他是一天24小时工作，他不带有一声怨言的。有多少人灵活就业的保险都交不起了吧？年涨，是不是交不起了？钱没有挣，老人陪不到位，媳妇娃照顾不到位，有时候感觉到活着人都没有些意思。好笑掉了，个超市里头叫做毛生意，发生的。这要钱的也打败了怪事情的，对不对？工厂接不到订单，已经停摆了。其实过年前2个月厂里就没有订单做，也是想了很多办法。因为我们老板只做外资客户，现在的环境大家都知道，所以我们也在考虑是不是要搬迁到东南亚那边。毕竟搬厂的话也是一笔很大的开销。那群叫嚣外资滚出去的人，你们高兴就好。今年你们就会体会到什么叫无工可打。找不到工作啊，这么多人挂壁在这里，身上的钱越来越少，好焦虑啊！今天都正月12了，工业园还有好多工厂都没有开工啊。今年我跟你们讲，你们还没来不要来浙江了。浙江厂全部倒闭了，只有一部分的厂可以。你们不要来了，来，你们到时候要回去麻烦。我现在在浙江，我没回去过年，都找不到厂了。还有你们年龄大了，们更不要来了。现在浙江招工的招30岁以下的，一个月他妈的2-3千块钱，干个球，干。四川人在浙江打工，
今天出去找了一天的工作，到现在才回来。哎呀，脚都走得好痛啊，也没找到合适的。太搞笑了！我今天来面试，这么豪华的大楼啊，这么豪华的大楼啊，工资4000，在北京工资4000，这么豪华的大楼里，大家工资就4000呀。很多负债人饭都吃不起了，工作都没有，父母看病都拿不出钱来，小孩子学费都凑不上，你让他还，拿什么还？你还让他还债？当一个人生存都出现问题的时候，他不危害社会，他还能老实巴交的，就是有压力去焦虑，这都是好人了，已经是。大爷，大爷来，买点饭吃去啊，买点饭吃去。好了，走吧。拿不得了哦，你们看嘛。就今年那个行情，我还说赚点钱来跟娃儿娶个婆娘。现在看了呀，自己的婆娘保不保得住，得跑，还是个问号喽。你应该要多努力才能过好这一生呢。我今天下午被领导骂了，我还不能还嘴，因为我一还嘴的话，我可能工作就没了。然后这个年龄，这个大环境，我怕现在出去不好找工作，就是这么一件小的事情，但是真的就足以让你心情变得很差。2026年、2027年、2028年这3年一定是整个社会债务爆发的高峰期，因为从2025年的10月份开始，我陆陆续续就知道哦，家族里面同学、朋友、熟人都有这个创业负债，然后买房负债的，然后网贷负债的等等，各种情况都有。这只是冰山一角，你可以放大到整个社会是什么情况，大家心里是有数的。现在兄弟们找工作快废了，真的越找越迷茫，越找越难找啊！你说58同城上面全是一些找网约车的，或者是一些电子厂中介那些，我靠，那些能相信吗？啊！不要！不要进来，我对象好多，你不要进来。我在哪里等于？不要进来，我这边不接，不要进来。不要。不通，怎么了？你个老板就不通，我说他老说一个，我都是等你摸。他不验的就问哪里去的，是吧？那个手里在银行，对吧？哪有贷款？现在是个3银行，看来都是讲了高管路，是取款的1个人。好吧？好吧？好微信了。啊，又在换动作，小伙子。来，老板娘。开门大吉！老板娘不在家里，老板不在家里。老板娘跟你的哪里来？吃饭了，看了没？不要！老板有没有什么吃的给一点？你没吃饭吗？没有，现在落货了。等一下吧，我去后厨问一下哈。你要在这里吃还打包啊？在这里吃。那我用那个盒子给你装好啊，等下吃了就直接扔掉吧。好。看你也不像是没钱的人呐。实话实说嘛，我是做生意。做什么生意的？当初我是做木材生意的。做木材的。后面疫情把我给搞垮了。那也不至于现在没钱吃饭吧？真的是没钱，还是黑户。你是刚过来的吗？从老家过来吗？我从南宁过来的。从南宁？南宁，广西南宁嘛。还好吃吧？好吃。你也吃辣椒是吗？是吗？我也是云南人嘛。你那个菜吃不完的话，等下可以打包，再给你装一盒饭走，可以留着。对呀。吃菜够了。我说你这个吃不完的话，可以打包。不用了，这些饭菜够了。